阿摩連執教曼聯1週年，今個星期六係40歲嘅阿摩連執教曼聯1週年紀念日，將會帶隊作客面對諾定咸森林。只要擊敗呢個最近連敗嘅對手，阿摩連將首次實現喺紅魔嘅4連勝。而截止到目前為止，阿摩連執教曼聯各項賽事取得22勝9平21負嘅成績，勝率為42.3%。阿摩連自執教曼聯以嚟創造過多項恥辱紀錄，上賽季帶領曼聯收穫英超第15名，創隊史最差英超排名，創造過31輪英超只勝8場，勝率36.17%嘅隊史最差戰績。本賽季英超前4輪僅積4分，創下球隊自1992至93賽季以嚟嘅最差開局。經歷過黑暗期嘅阿摩連最終喺10月迎嚟咗執教曼聯嘅第一個小高峰。10月嘅3場英超聯賽分別擊敗咗新特蘭、利物浦、白禮頓，取得3連勝，亦都係阿摩連執教曼聯以嚟第一次實現聯賽連勝。